深圳除咗行一啲大型商場之外，仲有乜嘢選擇呢？今次小卡就帶大家去呢個文創區華僑城創意文化園。佢位於南山區同埋福田區中間位置，由僑城東站 A 出口轉右，一直行到見到呢個路牌，跟住轉右，直行一段路就到㗎喇。呢度有玩味十足嘅打卡位置，又有手作小店，仲有不定期大大細細嘅藝術展覽，係唔少年青人嘅聚腳地。今年3月呢，園內仲新開咗一個區域叫做 Loft 53，為園區再增添咗一啲美食同埋潮流品牌添。當中嘅美食有裝修非常之似韓國咖啡店嘅東南亞菜、日式輕食、創意涼茶鋪等等，亦都有市集，主要係賣一啲唔同嘅首飾物啊、衫啊、裝飾品、皮具，仲有手工揀添。例如，我就行咗入去呢間精品店睇睇，價錢圍返港紙，香港價錢咁啦，唔算抵，但都好有特色嘅。兜咗一轉之後，我就決定去呢間網紅咖啡店山池。佢本身都係一間連鎖咖啡店嚟㗎。入到去係一啲開放式嘅空間設計。我上咗樓上坐低咗之後，叫咗杯我至愛嘅抹茶 latte， 仲有特濃巧克力榛子蛋糕。食落去呢，以為裏邊係粒粒榛子。點知原來係一個好滑嘅 cream， 裏邊有好香嘅榛子味㗎。食完 tea 之後，我就繼續行啦。雖然我兜來兜去睇埋地圖，都唔係好清楚 Loft 53究竟係邊個位置啊！歡迎大家留言話我知。不過呢，我就發現有唔同嘅打卡位，分享俾大家睇下。我發現文創區除咗咖啡之外，仲有唔同嘅餐廳，等我下次再去試下先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深夜裏的生活態度有 IG、Facebook 專頁同埋 YouTube Channel，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ubscribe。